在等待最终的治疗方案出台之前，刘翔每天都要在这里接受保守治疗。有时候脚会有一点痒，我感觉，因为跑惯了嘛，肯定不能跑，总归有点不习惯、不适应。但是现在就适应点了，没关系了，反正一切还是，心平静一点。对啊，一定要把脚伤养好，彻底养好，再慢慢恢复。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其实这对我来说，我不得不承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吧，在人生道路上。因为从我练跨栏开始，一直到现在，除了08年奥运会，都是比较一帆风顺的，对啊。但是我有这个准备去迎接那种挫折和挑战，对啊，我有勇气啊，对啊，去面对接下来发生的种种困难。反正没什么，人生总归要起起伏伏的。对啊，我觉得经历的多了，就会想的比较多一点，对，而且想的会比较全面一点。我觉得其实你从事这个项目就必须去享受它，无论你取得什么样的名次，你觉得去乐在其中就是最好的，最开心的。其实我不知道我能跑到多少岁，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还处于巅峰状态，这就是可以。训练主要就是除了他这个地方，就是右脚脚跟那地方，就是不去练，就是让他静养。那么其他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在练，因为他这个情况就是说，从今年整个训练是非常好，就是由于这个脚跟这个伤的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奥运会比赛。那么从我们这个考虑，就是说，现在只要把这个地方养好了，他完全有这个实力。就明年在东山再起。所以说从目前这个训练来看，一个是让他继续保持，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明年的复出做准备。那么可能现在从我目前这个情况看呢，因为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是比较理想的，大概有7-8成了嘛，估计呢大概6月份左右，如果说他明年到1-2月份完全恢复的话，那么练个大概3-4个月，那么就可以出来比赛了。到时候刘翔复出的话，他的水平肯定都是高水平的。那么在这个他复出以后，我们就是接着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来进一步再来提高他的这个运动成绩。那么就意味着他在12秒88基础上面再提高。那么你提高到12秒87没什么意思，只是一个平记录。那么实际上我们目标应该是更高的目标，就是说最起码是86。说实话，这次退赛确实都很窝囊了。那么这种窝囊气呢，它实际上已经埋下来了，应该讲现在在心底的深处。那么如果说哪一天他爆发了，哪一天他复出了，哪一天参加某一个这个世界比赛，他总有一天要爆发，而且这个爆发可能谁也压不住。应该讲像大海一样，表面好像比较平，但是底下的这个暗涌啊，非常的厉害，它不断的在里面在涌动啊。那么作为刘翔来讲，也确实这样。他虽然表面好像显得比较平静，但是他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他确实就压了这么一股气在里面。那么就是到时候万一他有这么条件，有这么机会，他来释放的话，那个释放谁也压不住，就像个阀门一打开，像泄洪一样，哗一下就出来了，也会创造一个奇迹。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那个完整的雄心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时光渐去依然执着。自从理想被已经移过了
刘翔退赛的阴霾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呢，已经逐渐的在大家心中散去了。那我相信这时候每一个人心中都期待的是刘翔能够尽早的站在这个跑道上，相信等他站到跑道那一刻的时候呢，我们会高喊英雄又回来了。当然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等待的时间越短越好。刘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倔，越是大家认为我会放弃的时候，我越不会。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期待刘翔的脚伤能够尽快的痊愈，也期望他能够越来越好。